大家好，我係新民主同盟14號嘅范國威。我嘅動物政綱咧係支持成立動物警察，加重虐待動物嘅刑罰，保障動物唔再被虐殺，維護動物權益。我反對係用人道毀滅係去控制動物嘅數量。我要政府全面推行捕捉、絕育、防疫、放回呢個計劃，維持動物生存嘅權利。我亦都認為政府要加強執法，取締私人住宅繁殖，令到香港唔再出現動物要喺環境惡劣嘅非法繁殖場裏邊係當成繁殖嘅機器。香港長遠應該係要邁向動物零買賣。第二，我認為政府要增加漁護署嘅人手編制，令到漁護署有足夠嘅人力物力，對動物繁殖同埋買賣過程實施更嚴謹嘅規管。我哋喺立法會審議 139B 嘅條例時候，漁護署面對可能大幅增加私人居家繁殖場，竟然只係增加7個常額嘅公務員職位去應付巡查工作。即使加上現時巡查人手，仍然係唔足夠20人，我認為係並不足夠。第三，我若果能夠進入立法會，首要做嘅事就係要迫使政府撤回《公眾衛生動物及禽鳥動物售賣商規例》，即係 139B， 因為呢條 139B 嘅條例係令到私人住家繁殖變相合法化，而且監管制度粗疏，造成漏洞，例如牌照申請門檻太低，令到冇專業知識嘅持牌人都可以胡亂繁殖動物。最後，我會繼續爭取政府訂立具體嘅動物友善政策，例如興建更加多嘅寵物公園同埋遛狗處，令到人同動物可以有足夠嘅空間和睦共處，達至共存共融。